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去到台南的白河国小来看老旧的校舍改善的状况。小朋友看到院长真欢喜，大声喊讲“爷爷好”。这苏贞昌嘛叫学生来翕相算斗阵。现场记者甲问讲，这个香港版国安法的细节，讲中国要求台湾政治性的组织都要配合来提供资料，要若无就要判刑，就要罚款。苏贞昌霸气来回应，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袂做中国的帮凶。囡仔大声喊院长好，苏贞昌嘛真欢喜。到南去台南的白河，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白河国校，看教室改善的状况。伊行到的所在，大家都真欢迎伊。校长好不好？天天考试好不好？苏贞昌和囡仔算快问快答，一个拢笑嗨嗨。但是宣誓的时阵，伊嘛是非常的认真。校长嘛做详细说明。联访的时阵，去问到讲，港版的国安法第13条内底要求台湾的政治性组织配合，无得面对刑事责任和罚款。苏贞昌表示，香港国安恶法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不但背弃了对港人的承诺。同时，所立的法律既然管到全世界各地，管到所有的人民，甚至于要管台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不会帮中国来做他的帮凶。另外，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中央推行的整形权完全无路用，伊嘛表示，所谓权发行已故以来，已经有800人参与，麦当看得出来3倍权确实是有达到好领、好刺激的效果，对3倍权整形经济非常有信心。